为有效防堵社区潜在天狗类病例发生，市府办理天狗类症状卖轻呼、自主通报保健康宣传活动，鼓励总结业者甲雇主，若是有发现受雇者有疑似症状，会当到卫生所进行 NS1 快筛检验，同时也借出自主通报奖励金，希望有效杜绝天狗类疫情的扩散。鼓励我们的责任医师，另外一方面。拜托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还有外籍移工，还有仲介，大家一起来小心来努力抓到这个登革热的这个病例。那因为我们担心社区潜在流行，也担心有一些隐性的病例，或者说它症状不明显的病例发生。因此呢，我们除了对于蚊子的部分加强。清除滋生源之外，对于人的部分可能的病例的部分，凡是这个一般民众还有移工，他们发现自己有一些症状，然后这个去就医，然后经过确认是这个登革热确诊的病例的话，那奖励金是1000元就是自主通报。那因为是你自己发现的那。这个如果是雇主外籍移工，雇主带你来的话，奖励金是500元。那如果是这个前1000例的这个病例由医师主动发掘的话，那这个医师通报的话是2000元的这个奖励金。我们这一次呢，特别为了鼓励我们的这个民众来自主通报，因为唯有你自己注意你自己的健康，及时的通报，我们才不会这个有遗漏的境外移入个案来引爆本土的病例。疾管署嘛呼吁民众，若是出现身体不爽快，同时符合天狗的病症，嘛要特别注意。发烧、肌肉骨骼疼痛不舒服，大家就要先想到是不是跟登革热有关系。第二个，有没有注意到说是不是最近有出国的一个活动史或旅游史？14天之内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活动史？第三个，有没有被蚊子叮到？那这个也要留意哦。第四个，你的同事或者是你的家人最近有没有人有感到不舒服？好，第5个就是如果说在这个附近你住的社区或者是你的公司还有你服务的地点，如果有在做这个喷药或者是类似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滋生源的这个清除或防治工作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附近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市长委托着呼吁民众爱谨慎预防，尤其拄着雨季，真侪所在落雨过后拢有积水。望民众甲市府防疫团队做伙合作，做好执行员清除工作。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